恭喜恭喜恭喜你那恭喜新年快樂，龍總順利健康平安歡喜。那講個過年啊，大家團圓嘅風俗，大家最歡喜最快樂，有紅包可得，也有發紅包，子女吃糖要賺嚟，大家龍總叫家要團圓要歡喜，然後大家要出去相隨拜年，相隨恭喜。都係最快樂嘅，但係兄弟姊妹，我係講龍總兄姊妹聽，自家嘅快樂，自家嘅歡喜，唔好單講萬歲咧過年嘅時間嚟去，但係呢，因為就係快樂，冇在個心中度，自家嘅面貌達到勝利，所以自家要快樂長流力，唔係大強吹過年嘅節目。也唔係大講講自家很有錢台人，自家快樂唔冇辦出嘅啦。但係呢，因為到呢一個我經書講嘅啲菲律賓4:4節樣講，思想自家而有喜樂在上帝裏面。假日另外講呢啲嘅經節講，思想自家有喜樂在上帝裏面。嗱，係講自家上帝要在家心中，自家思想得到嘅喜樂，思想得到嘅快樂，自家嘅快樂嘅喜樂，唔係萬歲講過年啲假日時間，因為咧過年將假日時間，我哋最長咪15日過咗自家冇快樂乜嘢呐，嗱，所以咧今節告白自家思想而有快樂，思想而有喜樂，唔好吞吃。因為到喜樂，又唔係自己心中嘅歡喜嚟講，自己嘅面水要笑容，係咪呢？呢個箴言書15、13節樣講到，心中嘅喜樂，咪自己嘅面水笑容，但係心中嘅受理，自己嘅精神要吞吃。嗱，而家前頭係講精神吞吃，自己都冇頭先，所以你今節同自己啲，自己思想要喜樂，呢個喜樂歡喜思想，自己心中道理，就心中道理喜樂要快樂，自己面水顯出嚟要歡喜，面水顯出嚟要笑容，就面水笑容，嗱，自己得到真正嘅喜樂，在心中道理，因為得都係在上帝裏面。嗱，呢個箴言17、22節一樣講自家啲心中嘅快樂都係最好嘅藥，但係精神吞吃骨頭要走，嗱，所以今節講一啲思想而要喜樂，思想嚟講意思每日每小時自己心中要喜樂，就要喜樂嚟講，自家嘅精神唔係吞吃，係講精神吞吃。自家都快哦，精神吞吃，即係骨頭就走咯。就骨頭走嚟講，自家身體多病痛，身體唔舒服，所以嚟講，你今節告白自家思想要喜樂，就要喜樂，自家面水要笑容，面水要笑容，病痛就少嚟，係咪啦？嗱，所以今節告白自家思想喜樂，在上帝裏面。嗱，上帝本自家喜樂呢個開心，從心中度嚟，唔係萬歲呢個過年嘅節目。也唔係萬歲得紅包嘅節目，也唔係萬歲在自家依靠嘅自家褲腿心腿要累冇累嘅節目，思想要喜樂快樂，在上帝裏得，上帝祝福大家，恭喜新年，萬事如意，人人順順利利，主耶穌祝福，阿門。